会记的，时机若到，找机会做信号，种兄弟就会出手，将罗家义一网打尽，送伊去甲恁阿娘陪葬。 阿娘，我一定要替你报仇！来啊，将伊杀到寸草不留！哈！你走！靠！大哥，不要来！左手！罗家，敢讲你唔惊我火焰种？快来帮我雷瓦江啊！啊！飘飘飘飘，咻咻咻咻！对，你哪来这个所在？我都要来上，我是来保护你。你竟然敢欺骗我！你紧走，紧走！老刘，什么人？啊！恁一个拢免想要走。卖走，我给我转来！叫我多做点劲。卖回来！我的我就无性命。放你走！卖回来！你到底是人也是鬼啊？哎呦，我啦！哈，你我就知影一定是你。